朝启程踏遍荒草，告别平凡寻觅逍遥，不招摇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料。藏得着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孤身失恋热血烧，在夜夜熟悉连招，再无牵挂都放下。震撼后天地为家，从此相忘于天涯。坦荡精神的强大，键盘起眼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成始终，愿周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成始终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这是最后一只了吧？应该死了。这些妖物当真缠人，就绕着恁一直飞来飞去的。若非韩老爹和十殿仙子想出办法来，还不知道要杀到嘛时候呢。韩师兄，果真如你所料，虽说花了点时间，但总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师妹过誉了。韩某有一事不明，这绝灵阵拘妖成阵的做法，可是自古有之？韩师兄可算是问倒我了。小女子只知此阵用法，对于其来历，委实不知啊。不愧是韩师兄，时刻不忘学习，难怪这么厉害。无妨，既然此阵已破，还是尽快与金道友他们会合吧。韩师兄，小女子有一事相商。这段时间与韩师兄切磋阵道，韩师兄的见解颇为新鲜。小女子想说，等此行结束，想请韩师兄到我们红月岛做客。家父想必也很想与韩师兄这样的青年才俊畅谈一番，我也……总之，万望韩师兄赏光，不要推辞。我先走了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趁本道主不在此，窥私窃取本道主的东西！想造次不成？
切！还不快滚出此岛！岛主，这不是座无人的荒岛吗？俺不管你是嘛人，此岛所在的地图是俺跟老金分裂找来的。俺们还铺了这些阵法，灭了这些妖灵。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在哪了？啊？你莫不是自封的岛主吧？可别从这丢人现眼了！既然不想走，那就留在这儿吧。白帝好，看刀！这人是失心疯了吗？面对这么多结丹期修士，竟然说打就打。这怎么回事？哪里到的？古堡，他用的是洪荒古堡。所谓的洪荒古堡，其实就是古修士炼制的法宝。彼时这些炼宝之法，材料和现在大不相同，炼制出的法宝神通单一，但威力极大，根本无法收入体内，只能随身携带使用。这样看，说不准此地还真是古修士遗迹。想毁我宝物！要不要出手呢？罢了，
此番怕是躲不开了。去过来。虫子也太多了吧！今天正好试试青竹风云剑。抱歉啊，这辟邪神雷的秘密还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你又杀了我那么多噬金虫，所以还真是留你不了。看这化咒灵气充裕，即使不是洪荒古堡，也绝不是寻常之物。这回发了，这是只阳鸟，专食阴物，乃是有名的阴武个性。此化轴封印此灵鸟的一分精魂，这可是稀罕之物。噬金虫居然损耗了几十只，还都是在刚才的爆炸中死的。可恶！看来以后还得继续喂养繁殖，才能扭转战局。韩老弟，没事吧？剑兄啊，此疗已然付诸，只是灵鸟自爆了。啊！不过小弟幸不辱命，这花篮中收取的各位的法宝武器，金兄拿去物归原主吧。好。这花篮你收着，收着。那韩某却之不恭。不过韩老弟啊，你竟然还说自己不善杀伐，这骗得哥哥好苦啊！啊，话说此人究竟是何来历？多半与咱们一样，是来寻宝的。啊，走吧。老胡，啊，这可是韩老弟给你找回来的啊！啊，好，好。韩师兄果然了得，你没受伤吧？不妨事。
哦，对了，我发现了点有趣的东西，韩师兄速来看看。敢问师妹，此物是？这很有可能是风灵柱。风灵柱，此处竟然有风灵柱！韩老弟，石蝶仙子，老姐，老胡，曲道友，看来咱们这次真的是找对地方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风灵柱。欢迎来到轮回世界，完成任务，积累善功，你们就可以从这里得到想要的一切。刚才只是杂兵罢了，刺杀影皇堡堡主才是主线。这个六道之主是个游戏运营商吧？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里！我等舍生取义，正在今日。主线任务完成，兑换开始。竟然都是各门各派的正牌神器，会不会还有 AK、高达、异形战机？还有额外奖励？阿弥陀佛！小姑娘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开门！月狼兵来了！其余人随我杀进去，鸡犬不留！此乃金蝉寺之劫难，屠尽众生，即为佛。将士们，安心归西吧！